迪士尼邮轮才开几天就有人上吐下泻，9人疑患肠胃炎。开开心心去坐迪士尼邮轮度假，结果有人在船上开始上吐下泻。3月学校假期从新加坡出发的迪士尼探险号，被传出有乘客在航程中出现疑似肠胃炎，连新加坡食品局都已经介入调查了。食品局说，问题出现在3月16日至19日那一趟航程，截至3月27日，一共有8名乘客和1名工作人员身体不适去看医生，好在情况都不严重，没有人需要住院，现在也全部康复了。不过有乘客说，一家人同游时，母亲和孩子先后腹泻，另一名孩子下船后还持续呕吐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连没上船的怀孕妻子也疑似被传染，一度入院观察。他坦言，原以为只是小不适，没想到会变严重。也有其他乘客说自己没事，但在聊天群里看到有人吃完晚餐后就泻肚子。食品局提醒，肠胃炎可能是细菌或病毒引起，可能通过食物、水或接触传播，目前真正原因还在查。